后来由这个南苏达悟族的乌条勇士张世凯所领航的团队，高绑仔船环岛，为台东的长滨出发，高架屏东的大平湾，完成着环岛的梦想。日前更加甲绑仔船高入去故宫南院，要甲大家分享着红头树的文化。 为着推广台湾的海岛精神，甲族群之间的互相交流、甲熟悉，几下个红头树，也是南苏达悟族的乌条勇士，用传统的绑仔船环岛。乌条勇士为台东的中滨出发，经过台湾西岸到屏东，完成环岛的梦想，进前更加爬入去故宫的南院。 从台东，对，他现在绕一圈到布袋来了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再下去，再往下到屏东。那这三角浪的部分，它是很严峻的浪况，所以我们这部分我们经历了2次，那我的团队就很稳定、很稳健的去应对，那就是这就是兰屿的精神。 达悟族的绑仔船需要用无共款的树种来斗，是达悟族重要的文化资产，真需要像乌条勇士这款的少年人来传承落去。那再经有18块船板，有原木，然后从粗胚用斧头去劈。我们兰屿的船是和海洋是轻柔的。少年人愿意用文化交流方式完成梦想，相信会影响更加侪原住民的后代，以部落为营，并且愿意接手。传承文化。